自2024年10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绝经中上主要同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第15章1节到20节。上主对我讲，就是摩西甲撒母耳徛伫我的面前，替犹大人民祈求，我嘛无要怜悯因。你着将因对我的面前赶走，叫因离开。因若问我要走去倒位，你就甲因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注定病死的会病死，注定战死的会战死，注定饿死的会饿死，注定受掠的会受掠。我上主已经决定，因为拄着4项灾害，死伫刀下，野狗拖去，空中的白鸟夺去，甲地上的走兽食去。犹大王希西家的囝马拉西伫耶路撒冷犯的罪，我要互所有的人民看到就厌恶。上主讲：耶路撒冷啊，什么人会可怜恁？什么人会为恁悲伤？什么人会回头甲恁请安？恁已经离开我，活转身毋插我。我要伸手攻击恁，毁坏恁，无要搁怜悯恁。我要伫即所在逐个城镇将恁赶散，亲像野卖香。我要消灭恁，杀死恁的儿女，因为恁拢无悔改。我要互恁的寡妇比海沙较侪。我要互毁灭者透中昼来，攻击少年人的老母，互痛苦惊吓忽然临到因。生7个儿女的老母衰弱无力，伊的希望忽然消失，伊就绝望见效。我要互因的对敌，杀死因剩落来的人。上主安尼宣布。阿母，我真凄惨，你生我诚做一个甲全国人民冲突、互人指责的人。我毋捌借钱互人，嘛毋捌甲别人借钱，毋过所有的人拢甲我咒诅。上主，我若无真心服侍你，若无为着对敌的灾祸对你恳求，原因对我的咒诅实现。减有人会当讲长铁，特别是对北方来的铜甲铁。上主讲，我的子民伫全国逐所在犯罪，所以我要将因的财富甲宝贝，互对敌抢去。我要互因伫因毋捌的国家做对敌的奴隶，我的受气亲像焰火，甲因烧灭。我就对上主讲：上主，你逐项拢知，求你为激励我，眷顾我。求你毋通宽容遐个对敌，互因来害我。你着为激励我，是因为你的缘故受凌辱。上主，万军的统帅上帝，你对我讲的话，我逐句拢有听。你的话，互我的心欢喜快乐，因为我属伫你。我无甲车花宴乐的人做伙宴乐，我因为你的命令，家己一个静静坐地，满腹愤慨。是安怎我的苦痛遐久未煞？是安怎我受的伤未医治？我减亲像打去的溪，亲像未靠直的水。上主就应我讲：你若活倒转，我就搁接纳你做我的仆人服侍我。你若讲宝贵的信息，无讲无路用的话，就会当做我的代言人。安尼人民会归向你，毋过你毋通顺因。面对这个人民，我要互你诚侪坚固的铜墙。
因虽然攻击你，毋过袂赢你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解救你，保护你。我要救你脱离歹人的手，强暴的人的势力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绝境中，上主犹同在。做上主的仆人，传扬上帝的话语，并毋是一件容易的代志。特别伫耶利米圣殿的时代，是人背逆堕落、国家濒临灭亡的非常时期。这也无怪伊踮伫煎熬的时，会发出上深沉的埋怨。阿母，我真凄惨，你生我正做一个甲全国人民冲突、互人指责的，所有人拢甲我咒诅。耶利米的悲情源自伊尽忠职守，却无人要插伊。譬如，伊认真聆听上主的话，主的话语搁较诚侪伊内心的喜乐。以外，为着宿命逼达，伊放弃所有的生活乐趣，互家己对沉溺伫恶毒的群众中孤立出来。总是，无论伊安怎认真活出信仰，努力传讲上帝的话，情况也是丝毫无好转。为着安尼，伊心生失望，因为伊袂明白家己为虾米一直会受苦，感觉上帝亲像大窟窟的溪仔，要互咬过喙焦的伊脱水死去。对伫耶利米未输底挑战的质问，上主却无正面回应，干那继续甲耶利米讲，爱持续尽先知的本分。上主阁应允，就算情况无乐观，伊犹原掌权。当耶利米无讲废话，干那传达必要的信息的时，人民就会自动归向伊。准讲敌人还要攻击，毋过耶利米袂受拍倒，因为上主要互伊亲像铜像遐尼坚强。就算耶利米落入邪恶强暴的人手呢，上主也要亲自甲伊拯救出来。身为教会的服侍者，有时阵咱会因为眼前的困境感觉失望，譬如信徒的流失、体制的强化、群体间彼此攻击等，只有咱对家己的能力感觉怀疑，也会亲像耶利米安尼对上主产生怨怼。有时阵，咱也像身踮伫极深的黑暗中，看袂到崩空的尽头，也看袂到代志好转的可能。但是，亲像连好尼伯捌讲过，真正有价值的事物，咱无法度伫家己的一生完成，所以咱一定爱保有愿望来得到心安。真正美好、良善的事物，咱无法度伫现今历史情景中完全理解，所以咱一定爱保有信心来得到心安。检采咱真正需要的，毋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锁匙，反倒是迄互咱心安、通继续向前的信心甲愿望。就亲像耶利米向上主提出挑战的时，上主看若亲像无正面回答，却互伊比什么拢要宝贵的承诺。面对这的人民，我要互你成做坚固的铜墙。因虽然攻击你，毋过袂赢你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解救你，保护你。愿上主的同在，母凭你我互相的心，互咱伫
艰难的环境中，犹原有信心和望，以及内心真实的平安，通得伫信仰的道路继续前进。默想，回想家己伫困难中经历上主同在的经验。回想家己伫困难中经历上主同在的经验。咱来祈祷，信实的上主，感谢你垂听我的祈祷，借我内心的情绪甲怀疑，搁伫困难的环境中，犹原甲我同行，用你的同在牵引我向前行。奉主的名感谢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